台积电机密泄露案件，主标姓陈的工程师去互法院判10档，东京威力科创罚1亿5千万。美国北京的宴会有人开枪，嫌犯受羁押太审。美国总统川普时当着攻击，维安受到质疑。日本今仔日早起，北海道十省地区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震度达到5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台积电机密泄露的案件，主要是对台积电跳过东京威力科创姓陈的工程师，伊是交给迄当阵一个台积电姓吴姓高等工程师偷摕机密。法院今仔日是判这个姓陈的主标10档，台积电3个前工程师判2年至6年。东京威力科创罚1亿5千万，带条件假罪3档。会觉得判太多吗？互人提醒校定的就是台积电窃密案的关键被告姓陈的前工程师，因为台积电离职了后，为了替新头家东京威力科创改善客线设备良率，像台积电搁侪订单，涉嫌找较早的在职同事，误解偷摕台积电2纳米加14 IB 制定的机密。虽然已经认罪，不过也是互人依照国安法定罪判10年徒刑。为了求个人的工作表现而犯罪，台积电公司具状表明，东京威力公司是属于其设备商，并非其竞争对手。台积电公司表明愿意接受其道歉，因此我们就量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0年。伫无挂喙案涉案的台积电姓吴甲姓高前工程师，公馆互人要求校定听判，各互人判3年甲2年徒刑。另外一个台积电姓陈前工程师，敢若坦白承认客观事实，而且无得到台积电的谅解，互人判6年。会提出上诉吗？专案上早伫112年，主谋透过台积电在职工程师，用公务笔电外口订入连线的方式开档案，伊则摕手机来翕，包括台积电新竹厂区外口的会议室、台南风筝测试厂区涉案员工主题，也有餐馆拢是犯罪地点。就连东京威力姓罗的主管嘛，互人告密证，判刑10个月，缓刑3年。判决结果可以接受吗？检方的起诉名单原来有伫台湾的东京威力，是国内头一件法人牵涉到国安法互人告的案件。专案发生的时阵，篇幅都捌报道日本的母公司高层亲身来台湾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先后，判决理由就说明东京威力认罪，并且甲母公司日向东京威力株式会社已经支付和解金，提出改革措施，已经甲台积电公司和解，判罚东京威力科创1.5亿，缓刑3年。不过条件是判决定案开始1年内要向台积电支付1亿，各交公库5千万。记者采访报道。中国2月宣布恢复上海居民去金门甲马祖旅游，头一团今仔日再去到金门。金门县府港议会嘛有组团要去厦门考察，本地是安排副馆长李文亮带队。不过陆委会审查了后是无核准11级等以上的人过中国，相关级敢若副处长、副局长会当过。由红布条啊，人龙人山迎接金门县府热情欢迎上海旅游探路团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展开3天2夜交流行程。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对金门姐好感倍增。上海旅游业者11人先到金门酒厂参观，佮去金门老街拜访讲堂甲更多顶点头，佮经过金门大桥去小金门。这是中国今年2月宣布要开放上海居民到金门旅游了后的首发团。特别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金九的一个连接，能够让两岸能够更加了解金门。同一天，金门县府议会也组团去中国厦门考察，因为进前中方公布10项涉台措施内底有关金门部分，包含甲福建沿海通桥甲支持金门共享厦门新机场。原本安排是副馆长李文亮带队，按过陆委会审查了，无核准11级等定情员去中国，暂时降做副处长、副局长等级。基于国安或者是两岸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局势，探讨这些议题，中央可能相对觉得目前比较不宜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来争取。移民署指出，政府无推动所谓新系统的政策规划，对金门县副馆长甲以及主管去中国申请未核准。另外，在两华金团联无解读之下，最近有台湾民众自主旅行团到中国感受旅游，发生并且事故，也引起是不是合法的讨论。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且仍属于团体旅游。
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皆需遵守，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观光署统计，去年个人到亚洲附近国家旅游，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就是中国，一年超过373万人次，比韩国、越南、泰国拢较济。有旅游业者承认，若禁团令无解除，可能让去中国旅游团继续卡伫普色地带，恐惊毋是长久的打算。记者综合报道。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6伫咧高雄举办。不过，即阵说是有几两个中国的选手讲因申请要来台湾，说是请袂过。高雄市府是表示讲，因送审的资料有的是 AI 做的，有的是显示讲有强军的身份。选手要入境，本地是要团进团出，后来佫改做是自由行。这主办单位是已经有建议对方解决的方式。不过，若是有愿请袂过，就无法度比赛，事后会退钱。海报顶头写台湾高雄运动会邀请大家参加，引起中国网友讨论。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6要伫高雄举行，不过中国选手报名人数自往年2位数增加到800多人。高雄市政府正注意，要伫审核过程时阵发现，有的资料欠专业证明，有的是 AI 生成的伪造资料，也有解放军身份的人申请。当初这些协会他们就是也承诺跟运动部报告，就是说会以团进团出的这个方式进到台湾，然后它的日期是从这个4月29号，然后一直到这个5月5号这个结束。市府讲，中国籍选手入境审查就要用专案方式申请，有面代提醒讲要注意渗透行为，有面代讲审查要透明。他不是选手，那甚至也不是来玩，而是来进行一些渗透或者是政治相关的工作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扛得起？如果真有这个疑虑，他们不能来，那你就不要让他们来。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不回应，让人家好像摸不到头绪。这边中国选手报名要来参加亚冬运的有834位，主办单位讲615位的运动资格已经得到中央电信认可，这嘛是卡伫咧入境许可也有担保人的问题。我觉得它就很简单，它不是一个单纯资料不全的问题，而是政府机关不敢保，民间单位不能保。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主办单位讲，中国籍选手的报名伫1月底就结束，已经甲建议改图办法，用上快速件行文予各相关单位，也接到运动部回文，讲会使予协会做中国籍选手的担保人。不过相关单位的审核，若是最后也是无法度过，中介就要宣告这届中国籍选手无法度来台湾参加比赛，也伫比赛后，甲相关费用全部拢退下互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白宫组织一场记者宴会，现场有人开枪。31岁嫌犯柯艾伦目前是羁押待审。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嫌犯是有计划的，而且是锁定 Trump 政府的大官。嫌犯的亲人也表示讲，伊这几档参加袂少反 Trump 的活动，而且是2档前就已经在买枪啊。FBI 正在调查细节。记者宴会这场攻击事件，已经是 Trump 自2017年以来亲身当着的第5件，也佫有袂少是这嫌犯锁定 Trump， 不过 Trump 无在场的。上界出名的就是2024年7月 ，Trump 当咧造势竞选，这枪支是直接刺过这 Trump 的耳仔，也就是咱边仔看到迄张相片。这个事件是造成一个人死亡，枪手也当场就去互弹死。也那同一年2024年9月，是有一个查甫人查甫穿出现伫咧山丘俱乐部 ，Trump 本人嘛当咧现场讲球。也那是2020年是有人寄这有毒的批互 Trump，2017年是有人驶地高仔车要弄 Trump 坐的车。3番两次当着死亡威胁，维安就受到质疑。真像昨日这届，这枪手是提早去大饭店先维安检查。宴会迄天，这来宾嘛只需要摕门票，就会当入场，拢毋免检查证件。特勤警员提前险后美国总统川普离开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现场，这场发生伫美东时间25暗时8点35分的枪击事件，引起外界对川普参加活动时的维安检讨。迄一天，所有人客拢爱通过金属探测器才入场。不过，一名资格甲门票无检查身份证件，甚至有人想要用旧年门票来过关。迄时危险出现老高，早倒甲清点各种武器，冲过安检的凶手，意思是晚宴进前规工都带入饭店，这事过当中才基本的检查定数。
Quite frankly, I don't believe that he was able to get that close. I've been in that hotel. That's the infamous hotel where Reagan was shot in 1981.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knows that hotel very well. They've set up this layer of security in the security plan for decades now. 年度白宫记者晚宴，川普第一摆用总统身份参加，因为伊进前一直抵制安尼活动。除了川普总统、副总统、众议议长、国防部长甲财政部长等美国政府官员用要拢到会，整体行政员表示，真侪政府官员拢伫共济地点，实在互人真烦恼。I thought to myself, is it smart for us to broadcast that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be at the correspondence dinner, after a decade of a sitting president not going? And so I would say that would really be my only negative feedback, is that perhaps the president's movements should not be broadcast. 叶环创议会长甲特议员交会时阵，请至带着一个探员的红弹架，这探员安算因完全康复。2月晚宴是川普这几年拄到的第3摆攻击事件，另外2摆是自2014年7月宾州自治大会，甲同年9月这查甫人伫福州高尔夫球场外口去庆祝点，互特勤人员掠到，所以美国官员也提出建议，爱川普未来参加公开活动时阵爱穿红弹架。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来看中东，美国总统 Trump 取消和伊朗的第2轮谈判，佮警告讲，这伊朗的油运不出来，恐惊油管道会塌掉咧，3天内可能会崩起。原来是伊朗迄边风声是透过巴基斯坦提出新方案，主张先恢复荷姆兹海峡通行，核议题慢车处理。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阵表示，伫美国封锁之下，伊朗各地港口用要停落来，石油运不出去，也无所在通航，上游管线可能就塌掉咧，甚至伫3天内有爆炸风险。伊希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切断经济命脉。代表德黑人当局伫未来几礼拜让步，伊朗若想要讲敲电话对使。We have all the cards. If they want to talk, they can come to us, or they can call us. There is a telephone. 美国媒体透露，伊朗已经透过伫中间走动的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新的方案，提议先针对各开放荷姆兹海峡甲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迄谈判延到后期搁再讨论。但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按算美当时间支持，甲官还有外交高层伫北京正正式开会，讨论下一步对策。美国进前要求伊朗暂停提炼浓缩铀至少10年，佮将这卖库存刷到境外。بدون شک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سته‌هاشون رو بیشتر می‌کنن.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ا رو به پیروزی رسانده ایستادگیمون هست، مقاومتمون هست و جلوگیری و ممانعت از زیاده‌خواهی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 美国取消甲伊朗协商了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伫前一个月走总支持透早到罗西亚圣彼得堡，准备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也个官员讨论双边关系甲区域议题，包含伊朗甲美国之间的冲突。在这进前，伊也去过阿曼，双方同意确保荷姆兹海峡安全航行，对邻国家全世界有利。也甲巴基斯坦官员讨论伫荷姆兹海峡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争取赔偿，防范军事入侵甲解除海上封锁等关键的议题。公司新闻陈秋梅朋友。日本今仔日早起5:24，北海道十省地区市南部是发生6.2的大地震，震度达到5强。JR 列车是取消85班检查，加在这回是无引起海啸。根据气象厅分析，今仔日这件是甲顶礼拜青森外海7.7的大地震无牵连。不过气象厅也警告讲，未来这礼拜恐惊也有这款规模的地震。而且地震是甲土石摇送去，就要注意防山；若是落雨，也要注意土石流的灾情。当地政府是发布7日的特别警报，要求民众就要甲食食、水，还有医疗用品这款物件先传好好势。巴西警方伫一个贫民区内底查到48栋的大麻，这个案件是靠一只警犬闻到水塔下骹，哪像是有物件，结果挖出来拢总是毒品。警方是出动4台货车，才甲毒品拢总载出来，数量破纪录。巴西警方宣布，伫个车北查到48栋的大麻，创下单次发现上大量毒品的纪录。迄阵警方当咧执行公务，所在里约热内卢北部的贫民区。这个时阵，画面上这只叫做浩克的警犬，向向提醒警察注意一搭废弃的水塔。警察斟酌一下看，发现水塔只是暗号，下骹阁一个土坑，内面竟然是藏包装好的大麻。
E os cães, né, sinalizaram para uma caixa d'água abandonada, uma cisterna abandonada. Né? Então, verificando, né, o comportamento do cão, o condutor, ele percebeu que o cão estava indicando que tinha alguma coisa estranha ali naquela cisterna abandonada. 警方当要将大麻搬出土坑，半中途佮勘藏毒品的帮派爆发枪战，最后成功控制情势，佮掠到一名嫌犯。嘛因为大麻数量实在伤济，警方最后5、5点钟才全部搬出来，甲4台卡车底甲填一填。警方评估犯罪帮派损失惨重。Que é a maior apreensão da história do Brasil, né, de drogas, numa área conflagrada. É prejuízo de mais de 50 milhões de reais, né, para a facção criminosa. 巴西警方伫即届行动出动250人，除了大麻，佮查到20多台查拉车以及少量的枪。类似大麻发现的地点，即种社区伫巴西方叫做法维拉，也就是一般讲的贫民区，居民拢较散车，社区嘛较熬受到帮派的控制，总是互看做危险的所在，嘛是即几档警方大力搜查的对象。记者尤派准编译。查毒品的狗仔是自细汉就爱受训练。伫南美洲的地理海关是一个全国设22个团队，负责掠非法走私。最近这训练中心佮加训练一寡狗仔掠假钱。一群狗仔伫咧空地喐来喐去，不过因唔是咧耍，是为着将来要变做是掠毒犬，伫咧做准备。El proceso inicia desde el nacimiento hasta aproximadamente el año de edad. Durante las primeras etapas del cachorro nos preocupamos de estimular al cachorro mentalmente, condicionarlo físicamente para que se desempeñe de manera óptima en las diferentes fronteras en donde hoy en día aduana tiene alcance a través de sus perros. 伫咧智利中部的小镇洛斯安蒂斯，这个训练狗仔中心是属于智利的海关。伫咧训练师、兽医师等等专业人员的合作，狗仔一出世就开始接受神经的感知训练，让因会当加速适应足侪无同款的执法环境，譬如讲机场等等的边境关卡。也若一般掠毒犬的训练，除了爱护狗仔用片的，就找出可疑的海洛因、大麻等等的毒品，还佫有分酒、枪会帮的物件。也若最近嘛增加找出非法现金这项课程，智利政府嘛指出，卖毒的集团若是买卖毒品含洗钱都有，互狗仔会当斗3工，把这个黑钱找出来，嘛是海关等等执法单位重要的工课。Canes lo hacen bien en más de 12 sustancias que están incorporadas en su ya trabajo de fiscalización. Ellos hoy han podido hacer detecciones de gran cobertura. 智利媒体报道指出，伫咧科技执法的配合，为2020年到2025年，真济海关的掠毒犬已经查到1.6吨的高科技大麻，还佫有960多公斤的非法的合成药啊，成绩拢真好。这个训练狗仔中心嘛接受军方的委托，变做代理训练军犬的中心。因为智利海军除了维护海域安全，嘛是重要的海上执法部门，任务范围包括阻挡海上的走私、护渔船等等任务，还佫有这片海洋环保的工课等等。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